你今日幫我哋買咗，你出到去賣俾行家，最短可以VV 識貨。真心講，我今日教埋俾你睇，冇問題。Lisa Lee，我去到日本幫你揾，有隻黑色嘅細 size，細 size 得唔得？九龍灣有隻黑色啊。Lisa，最細嗰隻，最細嗰隻 size 得唔得？呢一個最短㗎啦，得唔得？你亦都可以轉一條非原裝嘅車尾帶，變 hobo 都得嘅，變 hobo 都得嘅。我見到有位拍粉係咁樣孭㗎，變 hobo， 咁樣孭，仲靚，鬥型。1、2、3，三個孭法，跟翻你嗰日嘅穿搭葉，而校翻條長短帶就得㗎啦，好冇？咁樣第三代，中意嘅話自己打 code。呢一隻今日唔打 code，後補都冇啊，全部一定要直播落單啊！隨便對價，對完價翻嚟再幫肥肥打都得。金鐘式你唔係話想求就有貨，E29可能好啲嘅，但係佢硬淨就硬淨在，起碼每一隻25,000蚊以上。今日如果你想要隻呢晒啲，我叫15後台福利，好唔好聽啊？細 size PP。Lisa， 我叫15後台福利，因為現貨唔喺旺角，喺九龍灣倉庫入邊，好冇？呢日中意自己對完價翻嚟，再幫肥肥考慮一下，再幫肥肥考慮一下，好冇？我放住喺入邊先嚇。嗱，呢一隻錯過咗咧，就做唔翻呢個價㗎啦。講真，如果你中意 E29嘅，對一對價錢翻嚟，再叫肥肥介紹多一次俾你，好冇？再叫肥肥介紹多一次俾你。Carol， 牛仔、芬達汽水、水桶呢三樣嘢咧，應該都係你中意㗎。多謝你 Lisa Lee， 中唔中意呢隻？今日自己貨劈價俾你哋。有冇其他拍粉中意呢一隻小可愛？中意嘅話，幫肥肥打個牛仔加一，點襯都得㗎啦。呢一隻中意嘅話，牛仔加一，或者喺後面隨便點菜啊。今日嗱，你唔點菜咧，肥肥唔介紹㗎。後面呢一隻好嘢嚟㗎 ，YY 袋。出邊買好貴啊！呢一隻出邊賣貴啦。今日係油邊，如果你係完美嘅我哋叫做完美主義者嘅，做埋個油邊就得㗎啦。中意嘅話，點菜肥肥即刻為你介紹，好唔好？Bandit 6980冇貨，今日我哋拍粉回饋價啦。中意嘅話牛仔加一，中意先打好冇？唔中意唔使急嘅。開 show 嗰時嗰隻 H 仔 ，Queen 你邊隻？開 show 係邊隻 ？Iris 牛奶盒子嚟。整隻好嘅俾你，有冇人識佢？有嘅話幫肥肥打一個牛奶盒子 Two Box 加一 ，OK。Iris 係咪中意呢隻 ？Queenie， 你係咪話呢隻 YY？ 呢隻 YY 未講嘅，你幫我點菜，我哋先講好唔好？我哋台好得意㗎，你唔點菜，我哋唔講，傾偈都得嘅。你點菜，全力幫你介紹好唔好 ？Iris 喺咪度 ？Iris 有冇？想唔想揾一隻你有錢都永遠買唔到嘅手袋？仲要係愛女士嘅版本，就係呢隻牛奶盒子。牛奶盒子已經官宣停咗產㗎啦。OK， 呢一隻仲要係出邊 YY 收到你 Queenie， 仲要係出邊你有錢都超級難揾嘅一隻金鐘式。嗱 ，Two Box 有兩個 size， 20、26，肥肥拎住呢隻叫做20 cm， 中唔中意20 cm 嘅？中意嘅話，肥肥為你介紹一下
你知唔知呢隻公價幾多錢啊？接近7萬蚊啊！咁多位，今日劈個靚價俾你啦，好唔好 ？Iris 介紹一下俾你先，好唔好？嗱，牛奶盒子好簡單嘅啫，顧名思義，佢被譽為一隻，亦都係唯一一隻繼飯盒包之後，唯一一隻盒型嘅，我哋叫做潮流款式。有人話呢一隻叫做冷門款，我認同嘅，但係佢冷門之餘，我哋叫做不失格調。如果你同其他 BKC 啊、Lindy 啊、2424比起上嚟，佢會有一陣特別嘅味道。特別就特別在係咩咧？手拎佢係成一個正方形嘅效果嘅，正方形一個字嘅啫，有型。OK。今日冷門款，我用一個超低嘅價錢 ，OK？ 你買一隻我哋叫做絕版，有錢唔會再買到嘅牛奶盒子，我覺得非常。